石生好歡迎嚟我哋呢個頻道裏邊進行評論啦。咁知道大家而家香港最關注在李嘉誠埋個港口啦。咁琴日咧嗰個特首咧李家超就俾人哋問到啊，咁佢就話要依法辦理喎。咁依咩法咧？咁人哋話問佢係咪國安法咧？咁佢又唔答喎。咁另外坊間就喺度講話，李家超都唔敢再翻香港噶啦。咁你點睇咧？佢翻唔翻我哋唔知啊嚇，但係我覺得咧就，我覺得阿李生啊，一定係傾掂數先至翻香港嘅。而家李嘉誠都已經90幾歲啦，即係唔使冒呢個險啦。咁李家超講嘅即係依法辦理呢樣嘢咧，係中共成日都咁講嘅，但係咩法咧，佢唔會同你講嘅。嗱，而家嘅問題咧，我首先講下，即係李嘉誠長和賣呢個港口呢一單嘢啊，即係全世界而家都知啦。咁我哋分開嚟講，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中共會嬲成咁樣啊？因為而家除咗大公報發文章啦，中聯辦啊、港澳辦啊，而家呢個特首都講埋添啊，即係話佢絕對唔係幾個官員或者係香港嘅一啲即係下邊嘅官員可以做呢啲決定嘅。我可以差唔多99%嘅肯定，呢個係北京嘅決定，而且99%嘅呢個估應該係習近平嘅決定。所以而家其實已經開始有消息出嚟嘅，即係北京嘅最高當局已經下令去調查呢樣嘢。而家問題就變成咧另外兩個問題啦。第一，之後點樣處理你其實你打草驚蛇啊嘛，你係咪呢樣嘢會好即係會影響好大啊？呢一件事會影響好大。咁第二件事點解會嬲成咁樣？其實而家我睇到嘅即係傳過嚟嘅一啲消息咧，就話咧係習近平對呢一件事咧好唔高興，好嬲。原因係點咧？原因就係巴拿馬呢個運河呢度係之前北京準備攞嚟同美國人傾貿易戰嘅一張牌嚟嘅，而家等於自己張黃牌俾阿李生咧突然間掟咗出去賣咗啦。咁即係對北京嚟講，佢以前將呢樣嘢係當成自己嘅，咁可以同特朗普咧去打呢一場仗啊嘛，即係去討價還價。咁而家呢一張牌係冇咗嘅，咁就當然係佢哋就唔高興，呢個係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係點解北京一定要喐要做呢樣嘢，即係話要派人而家去香港調查李嘉誠下邊嗰啲公司有可能會採取一啲其他嘅行動。咁而家只係有可能啦，佢哋只係去傾喺香港嘅呢啲法律，喺中國嘅呢啲法律裏邊咧，可唔可以揾到某一啲嘅條款可以去搞下呢間公司嘅？所以佢要好大動作會係影響好大。原因我自己分析，我認為因為香港過去呢幾十年，香港嘅富豪香港嘅公司扮演咗好多呢個叫做中間人嘅角色就喺幫中國大陸就幫中國共產黨啦，喺海外做好多嘢嘅。大家可能記得以前有一個香港有一個局長去聯合國嗰度幫人哋賄賂嗰個其他國家嘅呢個領袖，跟住就俾美國人拉咗啊嘛。嗰個姓何嘅，我唔記得佢名啫嘛。即係但係咧就係即係好似平但係咧即係香港好多香港嘅角色，其實就係咁樣嘅角色嚟嘅。呢個係香港嘅角色，即係香港係一個 agent， 即係香港本身市場又細啦，
又冇呢個製造業所以香港嘅角色其實就係一個 agent between 呢個國際社會同埋香港社會嘅，即係佢幫中國大陸拉嗰啲外資入去，跟住又幫中國公司喺出邊點樣即係做一啲其他嘢。其中一個最大嘅角色就係幫中國政府喺海外去做一啲嘢以前咧不嬲都係咁嘅，香港從嚟嘅角色都係咁樣嘅。好啦，喺改革開放呢個之後咁就係等於係全世界呢個最大嘅大佬係美國佬嘛，即係幫中國人去即係發展經濟，咁就變成香港人呢個角色就好吃香喎，係咪？即係佢即係啱啱好兩個人想做生意，但係又要通過香港，咁就香港就最發達嗰個時間啦。但係而家中國同美國反晒面，你仲企喺中間，你仲腳踏兩條船呢兩條船咧拍埋一齊行一個方向嘅時候咧，當然你就可以揾大錢啦，係咪？即係邊邊有利益你就企埋邊邊，即係但係一個方向，你隨時可以跳嚟跳去。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係反晒面咁分開咗，咁當然即係好多香港嘅富豪面臨一個大嘅問題，就係你後邊點樣選擇。所以我覺得對於北京嚟講，既發生咗李嘉誠賣咗呢樣嘢，賣咗呢個巴拿馬嘅港口其他港口對於北京嚟講，佢就覺得你係損害咗我嘅利益。本身我係可以就呢樣嘢咧去同美國人討價還價嘅，但係而家你將我呢張牌賣咗佢，你賺咗咁多錢係嘛？以前估值係130億美金，你而家賣咗190幾億，你當然你自己賺到錢啦。國家喺邊度咧？係嘛？你要即係對於北京嚟講，一定係咁樣諗嘅，所以對佢嚟講係失咗一張牌。但係好多人睇住，好多香港人、香港公司、香港富豪睇住。如果呢一件事就咁了咗佢，可能其他嘅富豪咧就會有樣學樣啦。咁即係對於所以北京一定要採取一啲措施，做一啲動作咁呢個動作做到邊一範，做到幾大力，咁可能仲有得解即係可能只要睇問題啦，睇後邊呢個效果會點所以而家當然你話根據香港嘅呢個資本主義嘅法律嚟講呢間公司係佢控股嘅，係佢控制嘅。咁所有呢個資產唔理你喺全世界又好，喺中國又好，喺香港又好係屬於私人資產、私有資產。個人你係既然係你嘅，你係有完整嘅財產權嘅。當你有財產完整嘅100%嘅財產權嘅時候，你當然可以自己處置啦。呢個係普通法嘅一個最基本嘅一個原則嚟嘅。但係喺中國呢個政府裏邊共產黨呢度諗呢樣嘢就唔係咁樣諗啦。所以呢個係兩種嘅即係法治嘅觀念，兩種法治嘅即係對呢個世界嘅睇法都完全唔同啦，係咪？對於中國共產黨嚟講你嘅係我嘅，我嘅當然都係我嘅，係咪？即係以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老百姓即係大陸嗰啲普通人，唔理你係商人又好，你係普通老百姓又好，你冇錢又好，你好多錢又好，係咪？但係你只要你係中國大陸嘅居民你係中國人，你就遵從呢一個原則，即係你嘅就係我嘅雖然我俾你發達，但係我隨時可以攞翻嚟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要恭喜全體香港人民依次回歸，變成正式嘅中國人啦。因為以前咧好多台灣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就講我哋呢個投資中國，我哋去中國咧，我哋冇呢個國民待遇話係要同中國人一模一樣，係咪？而家恭喜
香港嘅商人咧，而家就正式變成正式嘅中國人啦，中共國嘅人。咁啊，當然你既然變成正式嘅中共國嘅中國人，對唔住，佢要用佢嘅方法嚟衡量你啦，即係好簡單呢個問題。所以而家嘅後邊會發生乜嘢，咁就睇其他嘅香港富豪啦。你會點樣做啊？我哋知道李嘉誠啊，佢呢個佈局國際化，呢個佢嘅資產國際化已經好多年啦，係咪？90年代呢個中期末期就開始做㗎啦，好多資金啊去咗其他國家，所以佢係一個即係做得好早嘅。我認為啊，佢係應該有高人曾經指點佢你啊想安全，你一定要咁樣做嘅。所以佢加拿大又好澳洲又好甚至即係歐洲英國呢啲投資好多，所以佢資產有好大一部分其實已經喺海外嘅。當然，如果中共真係採取通過香港政府去採取一啲咩法律行動即係搞乜嘢啦？呢個咧當然對李嘉誠呢間公司會好大影響，即係佢會好唔掂。就算你即係呢個唔係即係全部將你冚家產即係全部資產攞走，起碼可以搞到你咧即係好辛苦。你即係後邊，因為你人在江湖你唔單止係一個人嘅，你嘅下屬，你其他公司，你家人其他嗰啲公司下邊嗰啲人，可能都即係好麻煩。咁當然我哋唔知後邊會發生乜嘢。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個叫做殺雞儆猴即係俾一啲香港其他公司去睇嘅。你一定要按照我哋嘅做。你以為嗰啲錢係你賺到嘅，係你嘅錢，係你嘅資產，對唔住喺中共嗰度，你嘅就係我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中國大陸就俾人割韭菜係咪？即係人礦係咪？咁可能香港或者台灣人覺得，呢啲嘢即係亂咁講嘅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好嘅一個教材俾所有人都睇到。咁第二咧，你可能頭先有啲人問，用乜嘢法律可以追究到李嘉誠咧？首先有一點同大家講，所有嘅公司，如果你派呢個稅局或者派一啲咩入去，你揾佢嘅問題，你一定可以揾到一啲問題嘅，大定細嘅問題你點樣做都可以，係咪？最重要係乜嘢？最重要就係嗰個法律嘅機制。所以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自由嘅一個港口，好多人去投資，最重要唔係因為其他嘢，最重要係因為香港有一個獨立嘅呢個司法喺度，所以嗰啲法官咧係根據呢個普通法嘅精神嗰個原則去判呢啲嘢嘅。所以即係當然喺香港嘅法律之下咧，李嘉誠嘅佢間公司，我相信佢一定會做得即係相當之合法嘅。好多包括幾嘅財務處理好多嘢財產點樣做，佢哋應該係按照嗰個法律去做嘅。但係有一樣嘢喺香港而家真係有漏洞嘅，呢個就係國安法啦。因為國安法嘅佢當佢 charge 你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嗰時，嗰個案件佢就唔係去普通嘅法庭咯嘛，佢係去要求一個國安法嘅法官嚟判，咁又唔使公開啦，又唔使俾你證據又係即係差唔多即係國安委即係佢哋即係已經講咗乜嘢就乜嘢啦，係嘛？所以呢樣嘢就變成一個好危險嘅一件事嚟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中國嘅國家安全法、中國嘅國家情報法有明文嘅規定你所有嘅中國公司，你都有責任，你有義務幫助
中國政府嚟搞呢個情報，嚟做呢個國家安全相關嘅嘢。好啦，我哋睇下李嘉誠。李嘉誠嘅喺巴拿馬嗰個運河兩邊係有港口。你個巴拿馬運河就係一條啊嘛，你兩邊一個港口。好啦，而家中國政府要你報告由大西洋去太平洋嘅美國軍艦，所有美國軍艦如果調動啊喺呢個靠近美度啊，佢都要經過嗰度，你俾唔俾？如果你俾，你對美國嚟講你就係間諜罪。分分鐘啊，派 CIA 嘅突擊隊去捉你啊！如果你唔俾，好，你就係違反國家安全法，佢就可以追究你嘅責任。所以呢樣嘢等於，如果我係李生，我都賣啊，係咪？即係呢啲係呢樣嘢係其實好得人驚嘅。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就係李生一定會走，但係對於習近平嚟講，對於中共嚟講呢樣嘢咧係打咗佢嘅面啊！因為佢控制唔到，佢要驚住好多白手套係喺香港嘅，或者喺海外嘅一啲白手套自行其是啊！以後唔聽我嘅嘢，所以佢啊一定要做一啲措施。至於呢個措施做到幾大啊，做到點樣咁啊？後邊我相信大家仲會慢慢傾。咁啊呢一件事咧，就後邊仲有得睇。